花朵朵开。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导下，全国各地几代越剧工作者以锐意进取、大胆创新的精神，共同创造了越剧100年的辉煌成就。首先上场的是上海越剧院的著名演员钱慧丽，她将为我们献上一段为迎接16大而创作的越剧开篇。我们掌声有请钱慧丽。群情为
在我们越剧舞台上啊，真可以说是百花争艳，流派纷呈。因为这个流派纷呈呢，就是我们越剧艺术的一大亮点啊。是这样。你看，正是有了这些越剧流派创始人，我们这些老艺术家们的不断耕耘、辛勤努力，才构筑成了我们越剧音乐的丰富多彩。那么今天晚上呢，来自14个流派的众多优秀传人，就将在舞台上轮番亮相，为我们展示风格迥异的流派特色。好了，接下来上场的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张雨峰，他将为我们献上的是陆派名剧《送花楼会》。我们掌声欢迎。心匆匆望明白，气势尽扫，还他复生修身，还家辜负百岁不中逃。今日定能结交用，才子小姐冒风安，我满腔欢喜与落空。武中道山中水尽已无路，谁想到还他夫人迷我把莲花送。今日我要倾吐衷肠表心意，愿小姐怜惜西将我用。自奉红啊，你陪我身边已疏拥，帮你今日有灵通。小姐跟前随我意，这件好事献上你立大功。在外莫过奇迹走，欲恐他要做个了不三生儿风。张明全啊，哎这个陆派唱腔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清纯明亮啊，没错松弛委婉。那么刚才的送花楼会呢，非常恰如其分地展示了陆派的这一特点。是啊，说到陆派，人们就会想起陆锦花老师，因为陆锦花老师现在住在美国，因为身体的原因呢，他今天不能来到上海参加我们这个盛会，但是他还是特地从美国洛杉矶给我们发来了一封贺电。这样我把这封贺电给大家念一下。陆老师的贺电是这么写的：亲爱的观众，节日好！当我闻听上海美琪大戏院在
在国庆期间要举办盛世乐院迎盛会的活动时，顿觉祖国是国泰民安，喜事盛会多。作为海外游子的我，感到格外的高兴和万分的欣慰。同时想起流派创始人，我的舞台姐妹们都已年近古稀，还能神采奕奕地登台祝贺，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福分，也是越剧界的幸福。可惜我因为健康原因不能飞回生我养我的故乡上海，和大家一起共同庆贺盛会，深感遗憾。往事如云，艺术永存，相信粤剧事业在党的指引下一定能更上一层楼。在这儿再一次的敬祝亲爱的观众和前来观摩的领导节日快乐，祝愿我的舞台姐妹们健康长寿，祝愿我的故乡和祖国繁荣昌盛。最后遥祝演出成功。陆锦花，2002年9月22日于洛杉矶。我们对老艺术家的深情厚谊，掌声表示感谢。哎，张明全，在听了这个陆派传人的演唱之后，我们是不是来听一段这个吕派，好不好？好啊，各个流派是都各有千秋啊。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吕派唱腔呢，是以这个委婉流畅啊，这个清新华彩著称的。没错。而且吕瑞英老师的这个戏路也非常宽广，无论是花旦呐、青衣还是刀马旦，他都非常的胜任。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请出来自浙江诸暨越剧团的青年演员周柳平，他是吕派传人，他要为我们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好，掌声有请。小女孩，她的睫发高，睫色轻轻落彩尘。那黄人一见气不分，他要与我儿人顾家珍。比是山河并两层，他是一刀劈死小王人。宋王爷才教场把我儿来分，我的儿满腹不知开土真情。他是到杨里个本事，他先生他是中宝的儿子，年轻的人他有不真怎么说太君？莫回应我本是儿的良情。宋王爷听说他是杨家女，不嫁才反击元帅营，
苏太君为国要尽忠，命我挂帅举兵出征，我们一不为官，二不为怀，为的是他手枪杀过总理民，叫那满朝文武快一快，谁是过报朝臣。莫桂英53岁不过老，不比你出身不为一门，对谁精神把他藏进千分光。真是将教变成宋军旗，今日里我要把儿教训，不管不教真成身。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越剧舞台上的这个旦角的流派也非常多。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大家，这个擅演这个悲剧的悲旦最著名的是谁？那还用问吗？观众朋友都知道是谁啊？当然是戚雅仙老师了。我听到观众朋友都在说戚雅仙老师，的确是这样。你看戚雅仙老师在舞台上呢，她擅长扮演的一些温柔、多情、善良、善感的女子的形象，没错，从而就形成了缠绵醇厚、朴素深沉的戚派的唱腔。那么今天晚上呢，也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戚派传人，他就是来自江苏省南京越剧团的青年演员朱令。那今天晚上呢，朱令为大家献上的是戚派名剧《白蛇传》中的选段合播，我们掌声有请他。为去日去女把中国美手将在园里同福下山走。
哎，张明全啊，既然说到了这个七派呢，观众朋友自然而然的会想到毕派啊。那没错。因为七必呢，一直是这个越剧舞台上的著名搭档。是啊，特别有意思的，你看这个戚雅仙老师在台上是擅长演悲剧。而毕春芳老师呢，擅长演喜剧。喜剧啊，这个一悲一喜很有意思。你看这个朴素的七派，加上旋律轻松的毕派，是最能显示出我们越剧舞台上这个悲喜交融的一大特色。没错。那么接下来，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丁孝娃将为我们献上一段毕派名剧《林冲》中的选段《风穴山神庙》。大家掌声欢迎。想起那人上天边，一封休书把情开。娘子啊，林冲妻女将你问，为的是怕你受连累，不知你别光景是何样，恨家乡远在千里外，我身在沧州，心在家。不知是何年何月把冬季回，我这里继续为公子，你那里生死存亡我难以猜。不在生也先送，为谁往事怒满胸？听怕复古早夜。恨杀高家心脏凶，害得我与国难对家难分啊！害得我一生此事无地用。林冲上不为家生，早奔东京上结勇。刚才我们欣赏过的像吕派啊、七派啊这样的旦角流派呢，其实都是在
袁雪芬老师原派的基础上，然后呢，结合自己各自不同的嗓音特点而形成的一种流派。其实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个流派，京派创始人金采风老师呢，也是在这个继承原派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了其他的唱腔成分，逐步形成了自己刚柔相济的演唱特点。那么接下来，来自越剧故乡浙江嵊州越剧团的京派传人黄美菊就要为我们献上一段汉文皇后选段《祭地》。好，我们掌声有请。弟弟，姐姐觉得万岁的恩泽，与弟弟举笔泪。弟弟，弟弟呀，怀抱吐须红泥什梦想，一哭一声惊心痛，地藏一份机会藏，更是伤心离家人，我是一步一回一团长，十余有应是血雨呀穷。
小弟弟呀，你听我佛法。在我们越剧舞台上，这个老生行当其实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没错。那么，著名越剧老生徐天红老师的徐派唱腔呢，就非常讲究以情声腔，并且吸收了绍剧的音腔，形成了自己高亢苍劲的唱腔特色。那么接下来要为我们演唱的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黄慧。黄慧她师承陆派，她是一名陆派小生，但是她徐派老生也唱得很好啊。徐派也唱得好。是，她今天就要以徐派老生的形象出现在我们观众朋友的面前。那唱的是哪一段呢？唱一段《红楼梦》选段《吃宝玉》。哎，赶快掌声有请黄慧。天哪！相奴家父，私立专营自主，富贵功名自求。精彩了，你这个不忠不孝的，也去吧。
可真没想到，一个陆派小生，他的徐派老生也唱得那么好。对呀、你听台下是满堂喝彩声啊！没错没错那么听完了黄慧的《吃饱玉》之后呢，要为大家请上一位旦角演员，他就是优秀的张派传人吴国兰。哎，一说到张派呢，我们就会想起张派的创始人。张云霞老师，对张云霞老师，张云霞老师呢，他非常注重这个人物的内心体验，善于刻画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而且这个张派的唱腔呢，它是在原派的基础上脱胎于原派，又兼续了副派。平时呢，也从那个兄弟的剧种当中啊吸取养分，所以就形成了清丽多姿张派的独特的色彩。对，那么今天晚上呢，吴国兰为大家带上的是张派名剧《貂蝉》选段，掌声欢迎他。结成门，只不
刚才呢，我们欣赏到的七张金缕4种旦角流派呢，都是源自于这个袁派。哎，张明全，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说一说袁雪芬老师的袁派，好不好？那当然了。那说到袁雪芬老师创作的袁派啊，我们就会想到这个袁派的旋律是非常的淳朴，节奏多变，感情争执是声情并茂。对，特别是袁雪芬老师和琴师周宝才的合作啊，创作了拆调腔。对，这个拆调腔呢，现在已经经过了众多的越剧演员的不断的丰富和努力之后啊，成了我们越剧音乐的主腔。那么今天晚上呢，来自江苏省南京越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陶琪将为大家献上双列器选段《夸夫》，这也是我们袁派的一段经典的唱段。好，掌声欢迎他为大家演唱。下子海马在过，相公的空军锁骨灯笼，前进舞踏风迎起芙蓉，虽然是位高权重，上司情忧心忡忡。为家何事谁家全送正气的放松，西京在亲眼见元刷神通，神鸟双子会定大将和威风，不须是夸相公。为此佩戴酒两盅，一五年相公苗族金元兄，儿子我是真为业生英雄。千源啊，你看，你一谈到我们越剧的流派，我们不能不说尹派。尹桂芳老师可以算得上是我们越剧界的一代宗师。那尹桂芳老师呢，非常善于这个借鉴吸收啊，注重性格表演。他的尹派唱腔深沉流畅、隽永醇厚，非常的得到我们观众朋友的喜爱。是啊，那么尹派的优秀传人有很多。那么今天要为我们演唱的是我们尹派弟子当中最年轻的一位，那就是上海越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我们的东方戏剧之星王清。王清将为我们演唱的是盘七锁七选段《洞房》。好，掌声欢迎这位尹派小生。心明玉
观众朋友，在精彩纷呈的越剧流派当中呢，平易质朴、自然流畅的王派唱腔是深受广大观众朋友的喜听爱。到掌声就知道大家对他的这个喜爱了啊。没错那确实是这样。作为王派创始人的王文娟老师呢，是一位非常善于塑造人物的性格演员。他塑造的林黛玉、鲤鱼精等角色呢，是得到了观众的喜爱。那么接下来，上海越剧院的优秀王派传人，前不久刚刚获得白玉兰奖的王志平，就要为我们献上一段《西园记》选段。大家欢迎。
王派啊，哎，那就少不了听徐派了。当然徐王嘛。是啊，徐王是珠联璧合。那么徐玉兰老师的徐派唱腔呢，除了继承这个越剧的传统老调之外啊，还广泛吸收了京、绍、杭等剧种的声腔成分，以其高亢激越的鲜明特色，在柔美委婉的越剧唱腔中独树一帜。说到徐派的弟子有很多，对啊，优秀的传人也不少。那一说到徐派的大弟子，人们就会想起金美芳老师。金美芳老师，金美芳老师，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演员。那虽然他现在是旅居在美国，但是他这次一接到我们这次盛会的邀请啊，马上从美国飞到了上海。下面我们就欢迎金美芳老师为我们演唱一首《燕燕》选段，掌声欢迎。
到这个越剧老生流派呢，除了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徐天虹老师的徐派之外啊，还有张桂凤老师的张派。是啊，张桂凤老师呢，她擅长刻画不同性格的人物，所以在我们越剧界素有性格演员之称。所以这个张派唱腔也是刚劲有力，自成一格。哎，这个张派弟子也很多啊。是啊。那么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这位优秀张派传人呢，是来自浙江省温州越剧团的青年演员郑曼丽。郑曼丽要为我们献上一段江姐选段，让我们掌声有请。你雪彩虹，满天哟。风把大地震，张万千秋寒人心。老头啊，我的好珍贵，我的好同志，你万古长。老来学在飞灯路不在心，同志们多愁声，连天震，恨呀三风强人来，强人来，一个个磨刀开出针，我也想刮刀斩子金不金，我也想同争还天为中为。可是不能。面对红旗高专业，革命后期自由人，满腔奔赴。花路照我烈士一千担前进。刚才呢，我们说到越剧界的著名悲旦戚雅仙老师。对，其实，在越剧界呢，除了戚雅仙老师之外，还有一位擅长演悲剧、塑造了一大批富有反抗精神的悲剧妇女形象的老艺术家。我知道了啊，你说的一定是傅派创始人傅全香老师。是啊。傅全香老师呢，还有我们越剧花腔女高音之称啊。对，你看这个傅派唱腔啊，它是借鉴了京剧程砚秋的程派，还有
昆曲、评弹等各个兄弟剧种的精华。所以呢，这个傅派唱腔真假嗓音是结合得非常好，形成了委婉绚丽、多姿多彩的特色。哎，那么今天晚上呢，为大家请出的这位傅派花旦啊，是来自宁波小百花越剧团的优秀傅派传人洪芬飞。那么今天晚上呢，他将为大家献上的是《孔雀东南飞》选段《雀盲》，我们掌声欢迎他。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越剧界的黄金拍档啊，除了刚才我们欣赏的七碧、徐王，当然还得提一提范富了。那当然要提范富了。你看，范富，富是傅全香老师，范当然是范瑞娟老师了。这个范派呢也是很有特色的啊。范瑞娟老师呢擅长演正直敦厚的角色，所以她的范派唱腔也形成了稳健淳朴的鲜明特点。那么接下来，来自浙江杭州越剧院的范派小生徐明就要为我们演唱一段《莲花落》，大家掌声欢迎。
莲花，那个莲花落哟。老爷奶奶，做做好事吧。哎，这位大姐，您好吧？啊，你问我年轻轻的，为了当时吃光景啊？娘娘听我讲，后呀后子连理，讲话的流血的高莲花，那个莲花落哟。有件事我也在搞错司马扎金袍，四叔母亲多吵吵，为子为云梦园中结情好，恩爱夫妻难情好。莲花那个莲花落哟。你问我为了当时吃地不啊？银钱用我了，包儿擦了脑，马儿被当了，来心被卖掉，将我拐出门，只落得穷途潦倒。我的妻不知哪里去了，我落难成不得了。因此他当场一个莲花落，莲花落一哟好，观众朋友，七派传人金靖呢，曾经是上海静安越剧团的当家花旦。后来他旅居到了日本以后呢，虽然人离开了越剧舞台，但是他的心却念念不忘我们的越剧事业。那么今天晚上呢，他也来到了这里，要为观众朋友献上的是久违的龙凤花烛选段《四季一》，掌声欢迎金靖。
穷。跳动冰天雪地风日起，娘亲不在你身边呀，一在怀暖。须是宋青绿叔叔教他要牢记，还唱情歌莫欢喜，但愿你有朝一日生死娘思俱是梦，一笔。大家知道呢，曾任上海庆安越剧团团长的杨文蔚啊，素来有小毕春芳之称。没错，他可以说是深得毕春芳老师的真传。你看杨文蔚在台上这一招一式、一颦一笑啊，几乎是达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对，那么今天晚上呢，这位小毕春芳给我们带来的是毕派名剧《三笑》中的选段《点秋香》。让我们掌声欢迎杨文蔚。请问太师恩与爹媳将儿，请各位姐妹上堂。小爷当来当王中，请客厅中老生说，菜馆
即刻上前叫他爹啊，荆棘为路写清光，我凡事从容行事慢点点，最后一步要找得下。和夫妻们都的过，最后只有一秋香。啊，秋香姐姐呀，当归一枝莫定芳。就是情友看不下，要是永远相爱梦到西街神街我做话数水掉脸色，我做事来红日靠天下，红事巧谁有情啊人，月老树说远让。小爷今日做本身啊，我就秋香姐姐配缘我们越剧观众朋友都知道啊，碧玉簪和盘夫索夫呢是金采风老师最有名的两出戏。是。那么接下来，来自浙江杭州越剧院的金派花旦谢群英呢，就要为我们献上脍炙人口的盘夫选段，让我们掌声有请谢群英。贵人贵妻，我倒可有一命啊！贵人。月拉边心，那月上亮来我心也明啊，月上爱来我心啊也昏。官人你啥有千金带，我为妻分条路把金。问君你哟，你难的是你快把真经说来我听啊！
定有心事不肯讲。他说道：“不知钱塘自难进，百姓将来是笨。哎呀，这本事下面有文章。哎呀，官人啊，在真人面前莫失家，你在家人跟前莫瞎讲。你欺钱不把真情说，我问你要与谁商量啊？今日不问他真情的话，好是对等挂心肠。张桂凤老师呢，他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那么其中刘彦昌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艺术形象。那么所以呢，二堂放子啊，也成了张派的经典折子。你看，在上海越剧院的几乎每一个年轻的老生演员当中，都受到过张桂凤老师对这出折子戏的亲授。所以大家也说呢，这个折子也是张派老生演员的一块试金石。没错。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优秀青年演员张海玲在这个折子中的精彩演唱，掌声欢迎。天上人间了了，心中是王氏夫人命大你，抚养真相安得真美我比心什么缘，我演唱岳明种种呀心的。什么
把母救，如今真相谁承认？他还为子你两在华山被拒绝。西凉辽宫乐呢是吕绿英老师的代表作之一。吕老师在这出戏当中是塑造了一位美丽聪慧、精通音律，但是不幸被奸人陷害的辽国皇后的形象。那么其中呢，萧皇后在狱中的一段对乐长叹，非常的凄婉动人。那么接下来，上海越剧院的优秀吕派花旦张咏梅就将为大家献上这段唱。让我们欢迎张咏梅。一碗冷月照宫下，夫家深深同昨日里子鸟才回言高粱，今日是天苍苍作起夜长。我不愿君王心一薄，恰差几户来寻忙，必把一曲本心上，为什么远远的传颂空江？算命的事是算灯，为什么一曲结把人冤枉？后宫宝上娇小姐，为什么坐镇上公堂？算灯一曲无踪影啊，快来今日大
老和尚明明话中藏，三朝王举心修是虎狼。年初叛乱之元凶，他杀人灭口心不良。我苦见君王遭忌旁，他陪我将亲心慌张。今日里后宫多设言神坑，分明是各自以真仙红郎唐孙是少王奸计人怕，只怕顷刻之间作乱兵，把命运逼人家国为王，一场大气潇湘。耳边或闻唤亲娘，看来今生难一见。二郎梁山伯与祝英台呢是上海越剧院的经典剧目之一。那么这出戏呢，也是范瑞娟、傅全香两位老师的代表作。没错。那么其中的楼台会啊，是梁祝悲剧的高潮，也可以说呢是观众朋友非常喜爱的一个片段。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上海越剧院的优秀副派花旦陈颖为我们带来《记得草桥两结拜》，掌声有请。
必作鸳鸯才上对，可记得牛郎织女把恰交为，可记得今朝上山来照应，可记得观音堂前把堂杯，我也曾留下品味肉酸菜，我是被托师母做大妹，养好了相逢知己，轻巧在我也曾淋漓轻口诗句美，我指望有情人终能成全，想不到美梦姻缘了岔开。两兄啊，我与你两兄乃成对，弟弟是赢了马家妹，我与你两兄乃成婚，弟弟碎了马家聘，我与你两兄乃成爱啊，弟弟因过马家走了兄啊，弟弟之命不能为马家死啊难退。和《梁祝》一样，《孔雀东南飞》呢也是范复两位老师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是一部著名的大悲剧。对，那么其中的洞房一折呢，一直让观众朋友听的是如痴如醉，荡气回肠。那么今天晚上呢，上海越剧院的著名范派小生张瑞红就将为我们献上这段唱，掌声欢迎。娘子，你晓得没？哦罗帐在想到娘子对坐在堂中
纵马空错，昨以来已是20年了。夫人啊，独自为金兵十口十周夜，从马空错20年。身上总裁天家婆，下来茶饮马面。我与你离是多，为是少，自长平不长见。10月海上落月天，秋去春来年复年，才觉得该吃3分伤年轻，昨夜病死怕发上海越剧院的著名演员方亚芬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原派花旦。对，方亚芬的原派唱腔是韵味十足，回味无穷。那么今天晚上呢，这位优秀的原派花旦将为我们献上的是越剧《白蛇传》选段《断桥》。好不明白的冤家，
几人婚，总以为8年好同到老，故爱乐平生。你私藏金山把香草，把海里结子也你当了真恩。你一去金山无踪影，我是左怕有等几世人。我山上金山把夫妻，我们内务与把海同了到边，赢得亲儿多早快，我自比才得特先进。你不见我身打上花领本，国内疼痛子不艰辛，国中之民亲国说，你哪有半点夫妻心啊？我总以为今生不再见破影啊，想不到冤家与相逢，在断桥边，你虽摸胸膛想一想，前前后成一层，哪个帅哪个才是仇才是情，哪个对面是假意，才认对你是真心，把青春当作仇人快，有言不知快不听，只是不听不理换真挂小情，怒气生命万川，什么船就什么人。
哎，钱云啊，我告诉你啊，这个越剧舞台啊，的确是绚丽多姿，而且是魅力无穷。对你看有些演员吧，虽然一度离开了舞台，有的甚至到了异国他乡，但是不管走到哪里，他们的心目当中难以割舍的就是那份越剧情感、越剧情节，难以割舍的就是他们心目当中热情的观众。是这样。那么尹派弟子萧雅呢？我想。也是其中的一位了。那么今天他作为优秀的尹派传人，当然也得为大家献唱一段喽。那么萧雅今天就要为我们献上一段尹派名剧《沙漠王子》选段《算命》，让我们掌声有请萧雅。虽无情儿心悲酸，自己的命儿我自己说，对面坐着是我心爱人，苦待我有梦不能空。小姐，看一叫声好小姐，王子的名儿你听仔细，他是个眉清目秀聪明儿，西沙王宫好子弟，母母中哎是珍宝，青丝鸟背做标记，鸟背上什么王子是故事，千载万世永不移。真望日子多怀long，谁知平地风不起，爱到旁边找不赢，他们一家光荣公本里，多亏是娘忠心救王子，他从宝剑之下到侧压去。光阴流水容易过，一季过去又一季，王子丈人到17岁，山海飘望谁靠地，无意之中一公子
曲《红楼梦》是唱遍了大江南北，一个林黛玉是深入到千家万户。可以这么说啊，这林妹妹简直就成了王文娟老师的别名。对，那么说到这个王派传人呢，有很多王派传人都演过《红楼梦》。对，但是上海越剧院的著名演员单养平塑造的林黛玉啊，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是王派传人中的佼佼者。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单养平为大家演唱《黛玉葬花》。
你看，来了林妹妹，当然少不了宝哥哥吧。宝哥哥这个一说到宝哥哥贾宝玉啊，也可以说简直成了徐玉兰老师的爱称。那么对今天为我们演唱宝哥哥的呢，是徐玉兰老师的得意门生，著名徐派小生钱惠丽。哎，观众朋友，让我们再次掌声有请钱惠丽为大家演唱《红楼梦》选段《金玉良缘》。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是地间苍心满意的人。今天的东方红运盛世月苑迎盛会的首场演出就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朋友们再见，再见。